单衣顺帽，24号指示，吊带九条，孝子必顺。伫孔子的学生内底，除了赞心是有名的孝子以及外，阁有敏顺，也就是敏子坚，嘛是足有效的其中一个。伊细汉的时阵，因老母不幸真早就过身啦，老爸搁带一个后母，后母嘛小年煞甲伊生2个小弟，无定就是因为敏子坚。毋是伊家己贴巴肠亲生囝，竟然去了万毒骗术之身，寒人霜势落袂停，实在有够寒的。后母咧替伊亲生囝做寒人的衫，用厚厚个温暖的棉仔，一针一线顶种天好好势。若是要互敏子坚穿的衫，就凊彩一寡伫空包仔扣的瓜芒草，棉仔从瓜芒草做的衫，外口的人目睭看，吼吼，三个兄弟仔拢穿甲厚厚，看起来真温暖。其实瓜芒草做的衫哪会穿会熟，所以敏子坚定定是寒甲屁屁准。有一天，老爸要出门。叫敏子坚甲伊牵马驶马车，冷风阵阵吹过来，挡袂牢的伊直直死准，寒甲骹手拢无法度控制，安尼锁仔太扣袂牢咧。一时无细哩，简单听到哒啷一声，扣马车的锁仔就落伫涂骹兜，伊惊甲一个面仔青顺顺，规身躯哔哔喘。雄雄煞毋知要安怎才好，老爸掠准伊做代志无定睛，大伯足受气讲：子坚啊，你牵马车拢牵袂好势，我，老爸孙仔体咧就对伊身躯说，想袂到一个就甲伊衫撕破去，内底寒芒走出来，老爸看一个怎啊甘去。刷落着面壁啊！规个人心光火倒，气噗噗冲转去厝里，要甲因某离言，讲：你做一个老母诶，竟然安尼对待后生，我哪会当了解你？后母惊吓嘛，真后悔。敏子坚看到这种情形，毋但无感觉欢喜。颠倒紧跪伫因老爸面头前，一直甲伊苦劝讲：阿爸，有阿母伫咧，简单我一个人忍受枵饿寒冷。毋过你若甲阿母离言，2个小弟嘛会受罪，拜托阿爸甲阿母留落来。老爸听到这话，心肝内真艰苦。目屎死人随讲，子坚，难得你有一款好心甲弟兄，我甲恁阿母留落来就是啊。然后对伊的后母讲，你敢知影毋对啊？若搁发生这款代志，我绝对毋留你。后母深深感受到敏子坚的捌代志甲明理，家己也感觉真见笑。就安尼，真心悔改，将子坚当作家己亲生对待，对伊真疼痛，一家伙仔幸福过生活，毋知互偌济人幸善咧。